韩籍产业7月联名伫嘉义大学举办头一届的产业年会，请侪农民去参加交流韩籍的品种、知识。联名是希望讲透过产业、官方甲学校三边合作，甲咱台湾的韩籍拍入国际市场。小介种韩籍完整的知识甲各种韩籍商品，农委会辅导成立台湾韩籍产业策略联盟，伫嘉义大学举办第一届的产业年会。真侪韩籍相关产业的业者，各有农民，拢趁机会来交流。可以把好的呢往这个市场上面去先销，那也可以把一些比较大的番薯呢来做一个加工，比较小的不适合在市面上销售的这种产品呢，我们也可以说做成那个格外品，做成加值再利用，把它运用在饲料上面。台湾韩籍产业联盟目前全台湾有70个成员。透过农粮署辅导，成立生产、加工、行销、分化、计划品处理5个小组，而且佫配合嘉义大学的技术，希望用国家队的标准来向国际市场推广。阮种的番薯的大细条，没烦恼讲无得套了，就也没有那个就古建商农的迄款艺术，哦，会当做算讲增加阮的收益啊，会当提高阮的收益。这一次联盟的一个成立与年会的发展，相当适合我们那个学校这方面各方面的一个产官学可以相当给予辅导。目前台湾韩籍种植的面积超过3000公顷，今年出口量来到5000吨左右。联盟表示，未来会继续保持价销甲产量的稳定，嘛希望增加种植的面积，协助更较侪人向完整的产销履历来进步。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